第四章，使徒对百姓讲话的时阵，祭司长甲守殿官佮撒土该人忽然来了，因为因教示百姓，本着耶稣传说死人佮活，就真烦恼。对安尼下手掠因，因为天已经暗，就将因押到第二日。总是听道的人有真多信的，男丁的数目约到5000。第二日，官府、长老甲文士伫耶路撒冷聚会，佮有大祭司亚那甲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，佮大祭司的亲族拢伫遐，叫使徒徛伫中央，就问因讲：恁用什么能力奉一位的名做这事？迄时彼得互圣灵充满，对因讲：治理百姓的官府甲长老啊，实使若今仔日因为这个破相人心顶所行的好事，查问阮，伊是怎样得到好？恁众人甲以色列的百姓拢着知影，徛伫恁面前的这个人得到好，是因为恁所定十字架，上帝予伊对死来国外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伊是恁师父所弃杀的石头，已经成做厝角的头一块石头，除伊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伫天的人间无赐落别的名，咱通倚靠得救。因看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佮看出因原是无学问的小民，就希奇认明因是对假耶稣，佮看见迄个医好的人，甲因三甲徛的，就无话通驳。对安尼吩咐因对公会出去，就彼此议论讲：咱着怎样办这两个人呢？因为因真正行一件明显的神迹，凡那踮耶路撒冷的人拢知影，咱也袂话讲无，只有惊这项事一发传扬伫民间，咱的确着喊话因，叫因毋通阁奉这个名对众人讲论。对安尼叫因来禁止因，总毋通奉耶稣的名讲论教示人。彼得、约翰讲：听叹恁，无听叹上帝。这伫上帝的面前合理无合理？恁家己酌量吧。阮所看见、所听见，袂话无讲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，想袂出法度刑罚因，佮喊话一番，将因偷放。这是因为众人为所行的奇事，拢归荣耀予上帝。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迄个人有40外岁，两人既然受偷放，就到会友迄位，将祭司长甲长老所讲的话，拢甲因讲。因听见了，就同心合意，大声向上帝讲：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，你捌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，阮的祖宗大话的嘴，讲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无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做起来，身在也要自执，要抵当主，国主的受膏者。希律甲本州比列岛，外邦人甲以色列百姓，果然
伫即个城内聚集，要攻破你所抹的圣仆耶稣，成就你手中甲你的旨意所有定的确有的事。因喊话阮，现在求主监察，一面互你仆人大胆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，医治破病，并且互新接奇事，因为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祈祷完，聚会的所在震动，因就拢互圣灵充满，好胆讲论上帝的道。迄真多信的人，拢一心一意，无一个人讲，因的物件有一项是家己的，拢是大家共用。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国话，众人也拢得到大恩，内中无一个欠缺，因为人人将因的田园、厝体拢卖啦，将所卖的价钱摕来下伫使徒骹前，照逐人所欠用的分互逐人。有一个利未人出世伫居比路，名叫约瑟，使徒称伊做巴拿巴。巴拿巴翻译出来就是劝慰主。伊有田也卖啦，将价钱摕来下伫使徒骹前。